邵風乜都傾，今日講啲好玩嘅。前一輪咧嘈到翻晒天咧，就講到關於釋永信啦。宗教咧係值得尊重嘅，不過咧佛教咧就喺中國比較普遍。咁我哋講起呢個釋永信咧，就當然要講到點解中國呢個少林寺咧咁出名咧？少林寺出名係因為少林寺咧有18個武僧，係去營救咗一個好出名嘅皇帝叫李世民，咁咧就因此而出名嘅。我記得咧，我第一次見釋永信咧就係80年代末啦。咁我覺得佢咧就係一個好叻嘅後生嘅和尚啦。咁當我第二次見到佢嗰時咧，已經係91、92年啦。咁當時我係去參觀少林寺啦。嗰時少林寺咧喺中國咧就仲不為人所知嘅。咁佢好好玩嘅，佢咧唔知點解咧就話：哎呀，你同呢個佛教好有緣啊！咁我就話我見到呢個碑文咧，嗰個李世民啲字好靚，我喺度睇緊李世民嗰個寫嗰啲內容。咁佢就話：哦，請我去入邊。咁我入咗去之後咧，佢就俾我睇趙樸初，即係中國嗰個大和尚咧設計嘅點樣去復原呢個少林寺嘅鐘樓。哇！呢個時候我先知道少林寺原來有個鐘樓咧，就係已經冧咗咧，個鐘亦都碎咗吓。即係呢個咧就係歷史戰亂啊，幾時冧嗰啲咧，我唔係好清楚。咁釋永信大師咧就帶我去睇啦。咁我睇咗之後咧，個舊址咧就仲有啲破碎嘅銅鐘。咁佢好得意啊，佢就同我咧傾話：阿李生，你可唔可以咧係贊助下、捐助下去修復呢個鐘樓？咁我話當然可以啦。做一件好事啊嘛。咁當時佢同我講，佢就話根據當時嘅設計係87萬度就起到噶啦。咁我即刻決定咧就話好啦，我捐100萬啦。我哋捐100萬俾你咧，盡快修復。佢話：哎呀，我哋一定要喺1993年建成，因為1993年咧係少林寺1500年。佢哋希望喺少林寺1500年嘅時候可以恢復個鐘樓，呢個係唯一嘅遺憾啦，同埋鑄翻個銅鐘。咁我喺邊度覺得佢生意叻咧？就係當我離開咗之後，我睇到新聞，原來嘅新聞講咧就話起鐘樓建翻嗰個鑄翻個銅鐘咧，一共係要250萬。我哇，原來我俾100萬，佢同我講87，而家點解變咗250萬咧？呢個時候我第一個反應咧就係話：哇，釋永信大師係一個生意佬嚟嘅。佢搞少林寺咧就好似搞企業咁，大家都知道啦。後尾咧佢就成立咗好多武校啊，即係武術學校，少林寺武術學校。而且咧佢係第一個咧係將佛教用互聯網嚟介紹嘅，就將呢個少林寺咧就個文化咧就發展到全世界。咁咧其中有一點咧就好特別嘅，當初咧我去嗰時咧，佢就唔中意喺少林寺住嘅，佢就嚟我酒店住。咁我見到佢嚟酒店住咧，我梗係歡迎啦。咁我話晚黑我哋見啦，我幫你開間房啦。咁我嚟到嗰時咧，就見到佢同2位好靚嘅小姐，可能同人哋化完啦，可能有嘢同人哋點咧，所以我就同佢講話：哦，嗰啲小姐咁夜嚟到，梗係要喺度住啦。咁開你一間房夠唔夠啊？我要開多2間啦、3間啦，因為有幾個嘅。咁佢話唔使啦，你開間大房俾我就得噶。我即刻諗，咁都得？哇！即係呢啲咪就係以前啲花和尚咁多俾人 charge。咁咧就係話佢一直咧都係比較風流。不過你哋大家要原諒佢嘅，人不風流就枉少年啦。少年和尚不風流就枉此生啦。不過我冇諗到佢越嚟越風流，越嚟越有錢，
真係冇諗到，當初我去少林寺嗰時咧，有1萬蚊已經係萬元戶，冇諗到咧就佢可以賺到幾百億。呢個我哋要從另外一個角度睇，佢係好有創意嘅。即係佛教咧有兩個嘅，就係一個咧就係藏傳，一個咧就係漢傳。佢將漢傳傳統嘅中國佛教咧，用互聯網啦，通過好似家族生意咁啦，通過好多女朋友，一個就管理一個國家咧。佢將少林寺又發展到咧，美國有啦，德國有啦，其他國家都有嘅。咁一個國家咧，擺低自己一個老婆，生翻幾個和尚仔，咁都好正常啫，係嘛？咁你哋大家咧睇到呢啲新聞啊，唔好大驚小怪。和尚都係人嚟嘅。泰國做法咧就有啲嗰個道理嘅。泰國咧就一日食一餐，嗰一餐咧仲要齋嘅，同埋食得好少，一定唔好飽，因為俗話都有句話咧，飽暖啊思淫欲啊嘛。和尚食飽咗，好似我哋施永信大師咁，哇！你諗下，肥屍大隻，營養過剩，咁佢唔儲多幾個老婆點得咧？大家唔好奇怪喎，即係中國當初文化大革命咧，你唔儲老婆咧，政府都幫你安排個老婆，個個和尚都要結婚，個個主持都要結婚。總之，釋永信啊跟黨走，你都知佢每年都參加人大嘅，佢又將文化大革命嗰啲嘢咧就帶到今日。以前你政府叫我要儲老婆噶嘛，我而家自己儲，不過儲多幾個咁啫。我要搵好多老婆去管唔同嘅鋪頭啊嘛，佢把嗰啲廟啊當咗鋪頭，所以釋永信係一個聰明嘅大師，一個出色嘅和尚。即係呢個佛教咧有一點嘅，個心啊一定要誠，一定要一心向佛，唔好有所求。四大皆空係佛教最終嘅真諦。希望大家有智慧，做一個有智慧嘅佛教信徒。呢一集就講到呢度，拜拜。